伫宜兰的太平山嘛，共款是落雪啊，差不多落3公分高。有不少游客是专工去哩看雪，车嘛非常的挤。另外，伫咧阿口合欢山嘛，拢有小可落雪。伫咧明池园区嘛有结树霜。游客看到雪真欢喜，拢提起互相弹。宜兰太平山园区23透早开始落雪，雪有落3公分深，园区敢若是铺白地毯。 真侪人开车要来山顶看雪，车队观景点开始排甲落长。算是第一次看到雪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棒，很漂亮，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、这么雪白的一个雪景。哦，雪景当然是太平山这里特别的漂亮。这里雪下的很高大，现在大概有接近10公分了吧。 太平山园区讲，观景点设一个园区内面的路，二转一线16.1K， 因为17.5K 了后的路拢结冰，若要开车起来就要绑车链啊。路面移专一线17.5K 以上至太平山庄，它的路面有积雪结冰的现象，在此呼吁上山赏雪的游客务必携带雪链。 富源山、大雪山3区，也个福寿山落场，透早也拢落雪。因那明池园区虽然无落雪，不过温度有够低，也结树霜，对天顶看规片白茫茫。民众用手甲车顶的雪烤落，规片田袂出敢若秀一糖霜。这是思源埡口透早也落雪，有5公分深。寒流来天气冷落雪，民众来山区看雪。 像思源埡口第7甲线，23透早7点到24早起7点，限制有挂雪链仔的车才当行，链仔无绑雪链仔，抑个慢车不准入去。面池石木园区是自23开始有进行休园2天，要来民众爱注意管制措施，才袂加走一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